你以為部署周全？黐線啦！有總局，一入咗去，你條命就唔係你嘅。今日講36計最狠招，關門捉賊，就係將敵人圍死，等佢冇路可退，一網打盡。呢個世界就係咁撚殘酷。想像下，你係隻被追捕嘅賊，以為捐入小巷就安全？錯啦，後面有追兵，前面條路突然封死，兩邊高牆，你個心有冇涼一截？係咪即刻頂你個肺？呢招唔係叫你戇鳩咁硬衝，而係要巧妙切伏，將對手逼到絕境。無論商場競爭棋局博弈，一旦所有退路堵死，敵人就只能束手就擒。仆街，冇得走㗎啦！